近期，墨尔本一名维吾尔女性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讲述了自己丈夫多次被东突厥散集中营拘留的经历，请求联邦政府帮助被中国监狱关押的丈夫重获自由。该女子名为麦雷·梅赞索夫，和丈夫米尔扎特·塔希尔已经结婚5年，但丈夫塔希尔大部分时间都在东突厥散，他多次被关押在东突厥散的拘留营和再教育营。梅赞索夫此前从未就此问题公开发表过言论，她担心目前局势对丈夫越加危险。直到2周前，她得到消息，丈夫因涉嫌分裂主义被判25年监禁，情绪几近崩溃。她表示，丈夫因之前曾前往土耳其而获刑。中国政府认为，塔希尔在土耳其组织和参与政治活动，试图推动新疆独立。梅赞索夫表示，夫妇2人此前是在土耳其度假，因为喜欢当地而逗留工作了一段时间。梅赞索夫出生于一个澳大利亚维族家庭，丈夫塔希尔拥有澳大利亚永久居民身份。英国下议院22日一致通过一项动议，认定中国在东突厥散破坏维吾尔人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与反人类罪。据中国外交部网站23日消息，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英国议会下议院通过动议，称中国东突厥散正在发生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周礼坚强调，所谓中国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反华势力炮制的弥天大谎，中国政府和新疆各族人民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周礼坚表示，英国自身的问题够多，这些英国议员们还是多管管自己的事情，为自己的选民多干点实事。该动议不具约束力，无法迫使英国政府采取行动，但此举表明英国政治人物对中国涉嫌侵犯人权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政府以及比利时、荷兰和加拿大的议会都指责北京的种族灭绝行为。中国军方涉嫌对日本发动网络攻击，日本执法部门正在对这一事展开调查。日本政府星期二说，日本警方正在对大约200家日本公司和研究机构遭受的网络攻击展开调查。发动这些攻击的是一个据悉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骇客组织。日本航天局也受到了网络攻击。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加藤胜信对记者说，日本警方已经将日本航天局遭到网络攻击的案件交给检察官做进一步调查。加藤胜信说，日本警方相信中国骇客集团执行中国军方的指令，在2016年到2017年对日本航天局发动了一系列的网络攻击。当地时间4月23日，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发布的声明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这是拜登自今年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与埃尔多安通电话。声明称，在两国关系的战略特征及双方就互利问题深化合作的重要性方面，土美两国领导人意见一致。根据声明，两人将在今年6月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期间会面。美国白宫也发表声明称，拜登在通话中对于通过扩大合作领域、有效管理分歧，以建立建设性的双边关系表达了兴趣。据俄罗斯总统官网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针对外国不友好行为的法令。根据该法令，如外国对俄罗斯国家公民或法人有不友好行为，俄罗斯将限制必要时候完全禁止这些国家的外交使团和领事机构、国家机关和机构代表处与在俄个人签订劳动合同、劳务协议及其他民事合同。俄联邦政府有权确定适用于该法令的外国名单和可以与之签订协议的人数，必要时有权改变该法令规定的反制措施和实施措施的期限。该法令自正式公布之日起生效。